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廣告信息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可以用零成本達到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可以贏到我哋嘅競爭對手？我哋點可以利用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個搜索平台為我哋帶嚟首頁嘅排位？我哋試一個關鍵詞：兒童市場禮品 Mobile Marketing Mandate Gift。喺呢度帶出嚟嘅連結喺首頁左邊嘅自然排位，我哋佔咗6個。我哋講嘅係自然排位7個。喺呢個關鍵詞帶出嚟嘅係有300幾萬，喺300幾萬裏邊嘅首頁，我哋佔咗7個，係自然排位，係無需要付費。而右邊嘅競價排位係有限量嘅點擊，佢會失蹤嘅，佢會隱形嘅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個頁面睇下，我哋左邊嘅自然排位依然係俾我哋霸佔咗，右邊嘅競價排位多咗。翻去第2頁，情況都係一樣，左邊嘅俾我哋霸晒。第3頁情況都冇改變，第4頁情況冇改變，第5頁情況冇改變。因為喺當今大部分消費者、搜索者，佢希望得到一個信息比較全面，而佢希望得到個全面信息，確確實實文字同圖片好難表述到出嚟。Media marketing 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我哋今日喺光纖嘅時代，科技提升咗我哋嗰個儲存空間，光纖咗加快我哋個信息流量。喺呢兩大元素裏邊 ，Media marketing 確確實實係完全冇障礙。佢係我哋一個比較有優勢展示我哋產品嘅媒體。以前我哋要拍呢啲媒體，我哋要透過電視、透過電影先可以展示，或者刻製一個 CD 交俾我哋啲人客。但係現今之下，我哋唔需要，我哋可以透過互聯網將我哋嘅產品廣告化、視頻化，放上互聯網，讓我哋個海外客戶透過關鍵詞輸入關鍵詞喺全球首頁找到你。呢個你先可以打擊到你嘅同行，先可以贏到你哋嘅同行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個報名表格，參加申請。同時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免費嘅視頻平台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大家嘅廣告視頻可以直接喺觀眾喺你嘅消費者眼前展示。同時，觀眾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直接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瀏覽到呢個視頻、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多謝大家。